好，分享转到现场，家下有收幾到嘅吼，廿八嘅錄製會發通吼，廿下主持條動作會發通嘉年華，還有園遊會吼，大家做得來參加。唔講吼啲地度咧，除咗家下有講到嘅茶啊，還有講到嘅服裝秀啊，其實咩有有講到嘅野外吼，有爸爸媽媽吼，喺土地自家細年嘅，通講咩有 DIY 發通係冇？呀 DIY 發通係做乜嘅東西？跟亲子 DIY 是彩绘哈，就是教你先从用衫用彩绘做成作品这样。哦，我有新商教你，還有自工就抽給啦，有新商教。唔講學除咗呀 DIY 嗬，以外咧，還有就係看到跑友嗬，跑友嘅熒光彩繪，呀聽咗就係愛參加，按不是條嘅人嗬，就做得來參加呀係冇，就做得來畫嘅，一畫喺畫啲嚟咯，成空咯。該彩繪會發光，發牙面或牙樹，看你會發到哪都做得，就做得。你這位時間會發光，熒光閃閃嘅。還有就係嗬啊，有看到就咕咕寶貝嗬吉祥物的拍照，咕咕寶貝，糖都要咕咕咕咕咕咕就會給，咕咕雞，去年哈當流行黑黃色小鴨，那個咕咕寶貝黑黃色小那個小雞，那個大玩偶現場，來本來大家哈向下做得翕相。嗰個一定會發通吼，喺做進去老家下就會等到有時候嘅呀，就是茶藝呀，還有舞頭嘅表演，喺向下時段係冇。喺大家做得現場去奈了，去奈看。唔係牙咧睇睇喺下注嘅發通啦，喺下注。2點到5點嘅。唔過按不條資料睇睇資料，唔過4級嘅條吼係向下係整個都按不呀都不一樣。唔過就係像下茶藝嘅時節，其實 DIY 嘅發通咩向下啲嘅進行就做嘅。係乜嘢？係向下，因為呀，譬如入邊就有看到風茶，還有藝文嘅發通，家下有收嘅咩？呀市集還有裝置藝術，係一做就啲嘅片嚟啦，吼。呀裝置藝術係入邊係有乜嘅睇片嘅冇？有安尼客家嘅擂茶啦，擂茶，係裝置，然後有大部分係安尼客家文化係做個擺設冇強裝，容易有茶席呀。係喺老茶有關係就錯嘅，因為入邊發通就係就像鄧導家下有講嘅嘛，吼，就係有主題老茶嘅文化嚟帶出嚟就錯嘅，係入邊發通地度。唔講吼，家下講到嘅也係發通，擼州嘅發通吼係也阿甘精神咩？阿甘精神發展協會主辦呢，故所咧聽說會有老阿甘精神有關係咧，就係也失蹤嘅銀行人吼，做對老大家講一下呀，嘉年華地度吼會有失蹤銀行人嘅現場嘅表演，係冇？係，因為我哋都係協會喺按摩師有巴朗沙，佢哋都嗬當多才藝，那其中咧有個失蹤嘅音樂人嗬林信廷，佢會留喺個志工會跳國標舞。國標舞哦，對，會唱歌啦。看唔到嘅呢，佢安尼跳舞真難得嗬，有志工看得到嘅，會帶佢跳，佢會就要做無強用，就係也係跳舞，唔過跳舞嘅時候，佢順風嘅音樂啊，乜個咩係失蹤嘅人留幾天數哦，係係唔係？唔係失蹤嘅係明眼人。哦，就係舞頭係舞頭啊，音樂係音樂，那會以為咧音樂人嘅打擊嘅樂團就出嚟係冇？那個打擊樂團係嘅成員都係我哋到按摩小站嘅按摩師來組成嘅。大概非洲鼓非洲鼓哦，有冇想講留下視障失蹤嘅朋友來做你音樂嘅表現咯？大部分看唔到嘅人佢平常係工作就冇乜嘅那個娛樂，啲工作體育就係大家知道嘅就係重量但係呢度嘅志工當熱心嚟講要嚟教佢哋都有練習打鼓，平常是安尼，呢度阿甘協會較冇錢，所以佢哋都有練習喺場地係，呢度嘅按摩小站冇營業嘅時間然後啲家練習。
从去年开始，按练习，然后因为见到视障朋友有参加，就有兴趣，就越来越多人来参加亚非族鼓就出嘅。第二下开始有个当到个团体有想要底下里头有阿甘打击乐团有请喺里头去表演。哦，種方面方也較看到嘅咩係咩吼，就係佢哋啲練習嘅方面就錯嘅。唔過聽講吼，因為佢哋看唔到，係唔係對呀聲音吼，對呀音樂嘅部分會較靈敏啲嘅吼？你啊吼，我真係講下，去年啊，咱媽入樓天數做了音樂會吼，有辦一場音樂會，講真嘅，你吼上帝吼伊公平，伊不會目主看唔到，也係你有缺陷吼，其實會讓你打開另外一扇窗，其實就目主看唔到，其實做乜嘅事情動轉去。嗰個音樂，它有音樂的特別的，它老年它冇形容嘅，吼，嘅特殊嘅才能。其實就吼，按用來表演吼，真嘅表演都比曾崇賢較好。其實都看唔到，看有的口述白叫吼，佢跳嘅國標舞吼，真嘅呢，跟目主看唔到，佢跳嘅現代舞吼，真嘅我本嘢都講唔通。真嘅。係啊，主講明眼人就冇聽做會跳。係啦，主講即係按兩擺講，要按到按豐富嘅東西，我媽希望講，你吼，睇下本來音樂師團體哦，用嚟管法，用嚟通下，用嚟吼睇下叫乜嘢，我知道伊有意義啦。伊有意義啦，本家就鼓勵啦，唔係講家就搶做的做大家想象嘅到嘅，就做兩個條路聽聽。其實家就有動到嘅功能，動到嘅興趣，喺某部分咩動上嘅老，平常人係強用嘅啦。行較好哦，平常人行較好嘅，就係佢就會聽力啊，還有佢就會伊咧技術嘅部分啊，技術嘅部分，因為佢就看唔到，古時候佢做乜嘅東西就行較專心就錯嘅，又咩喺等到吼叫，唔留佢就接觸過跳吼。係真嘅咯，係啊，佢去年啲嘅一種嘢實驗呀，實驗吼。實驗啦，哈，實驗3號，就這個台北市立大學，台北市立大學頭擺嘅台北女師師範，也好搞，然後給加場地，按用來拍一場音樂會，全部都視障團。哇！係啊，真嘅那種。真係想象一下嘅畫面真係動感。藝術本嘅按用感通啊，係啊。嗰個日擺行卡都要加條嘅表演，啲日擺發通地。加按吼，那是室外嘅表演啦，希望講乜本嘅就較無形容嘅字嘅，係啊。不過種日擺吼，除咗有呀神宗嘅傳藝表演啊，還有阿甘精神，就阿甘創意大型嘅樂團吼啲地度嘅，還有就係小太陽嘅一類劇團係冇，係老小朋友有關嘅係冇。啲小朋友有看唔到喎，沒有小朋友看係唔係正常嘅，唔係正常，小太陽，它大部分都是就是家庭有問題的，然後家庭嘅，可能身體係好嘅啦，唔過就係家庭嘅關係。佢精神有啲精神部分，精神有問題嘅小朋友。乜嘅伯格症雅斯伯格症係冇聽錯啦，就係有精神方面嘅問題嘅小朋友安尼。然後佢嘅學校都當頭痛，然後教會知道他們有這樣子的那個問題，那課後來輔導他們那個。有陣時會有些人係好動嘅啊，嘛個就做得過動啦，吼，就做得天數家就有做一類舞蹈啊，還係劇情嘅一類表演，吼，本家就有釋放嘅動作，釋放嘅空間，係冇？讓小朋友有成就感。嗰個呀小太陽劇團，吼，呀細密條，吼，喺劇團地度，喺真件家就會表演一類舞蹈，一類劇情出來，係冇？係，因為佢哋有啲學本老師都有排斥啊那些，那
教会教他们舞蹈，然后就让他们觉得到各处去表演，得到有成就感就错嘅。古早除咗阿甘精神协会吼，喺除咗失踪以外，其實有同到天數嘅，同到係就係弱勢團體，像日拜嘅小團體，也算係阿甘精神協會底度還係唔係？係另外一個團體。另外一個團體。不過就係啲日拜向下來表演。有舉辦當到法通，然後唱起裡頭來表演，來表演就錯嘅。本期裡頭有舞台表演的機會，這樣子。不過日拜吼，因為喺3月29號吼，就會來做呀規則嘅，就嘉年華還有錄製嘅法通。啲呀歌唱底度吼，來登島，做哋來分享一下吼，咩看到嘅呀視障朋友吼，失蹤朋友家條辛苦嘅素材咩，還有呀客家文化吼，輕難推廣嘅素材吼。你知道呀兩隻吼來做一個結合嘅時節吼，你做一個主辦吼來討厭咩吼，你來講規則法通嘅人咧，係呀，其實你知道立場有乜嘅好？老大家分享的冇？其實吼，我知道你阿甘吼，也嘅算係弱勢團體。講真嘅，你放眼看你主流媒體啊，主流市場呀嘛個，你客家人嘛算音樂師的啦。係，唔係自家啲嘢講自家啦，也係有一些咧。就講，其實吼，我媽講加安樣嘅機會吼，吼，其實乜嘅機會做做得，我知道你客家。咁樣嘅行出去，就講你阿伯就講，算乜算喺體育鋪吼，暗度吼，你阿甘吼，佢哋有啲咧，你咧，特別是客家主題文化公園來做咧，用咧場地，跟我佢有啲朋友吼，吃完啊就會想到，有用到咧場地，你就啲咧開始來出發嘛，以後，然後你客家嘅概念，因為我按當然咧10公年有做到客家嘅東西嘛，有了解你客家吃到咧一隻。頭先阿媽有講嘛，哦，一個休閒運動跟着產業文化做結合，你客家正經當時要講一樣嘅踏出去，一樣嘅行出去，唔好講特別做你客家人做客家人來鬧嘢一下就好，嗱希望講你哋睇台嘅睇台嘅天氣啊，一樣嘅講你客家嘅文化，哦我們。唔是講強調講客家嘅兩隻詞，你唔是，你吃完佢知道，你按好佢就會問講，係哪位來嘅，也係乜嘅，就像你唱歌嘅咁樣，像你西洋歌曲、粵語、韓語乜嘅歌，嘅香港人乜談，有啲真係講談唔識啦，要知道當咁樣嘅，還是講咁樣嘅老。香港人接觸，然後你客家東西，無形中然後佢置入樣嘅。嗰所以日拜喺法通吼，正經結合嘅客家嘅東西當中吼，唔過大家吼，做對家庭日法通用輕鬆嘅方式來認識客家，嚟認識阿甘協會哦，吼，阿甘精神協會啦，所以也係用乜嘢法通嚟定下陣手機俾大家。